Hello， 大家好，我是居哈很热，欢迎回到很认真生活，让我们一起很认真生活。今天呢，要来干嘛？要来吃披萨哈到家。最近非常夯的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我们就来开箱吃吃看哦。跟风一下，披萨如果是外带的话，就是买大送大，所以一个人、2个人的话，可能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还是点了还是会吃完的。我们点了一个香菜皮蛋的披萨之外呢，还有一个泡菜的韩式泡菜的披萨，相当好吃哦，之前就有吃过。那新口味当然尝试看。不过我们的重头戏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好不好？香菜皮蛋猪血糕。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有看过吗？有吃过吗？各位，来了，好不好？来了，来试试看。我们就来吃一块香菜，先拿一块给大家看吧。好，就是这一块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damn， 怎么说？我好爱哦！天啊！我超爱欸，因为我本身就超级喜欢去那种夜市有没有去吃香菜，然后跟花生粉沾满整根猪血糕的这种夜市小吃，我超爱吃。就那种1根25块，然后水煮的那个猪血糕有没有？然后上面撒满香菜，然后再撒满这个花生粉，然后这上面也有满满的花生粉，然后这个猪血糕我觉得。弄得也挺好吃，也不会太硬，然后也是刚刚好，蛮好吃的。然后它上面还有皮蛋，皮蛋的话就比较像是，有一个冲突的味道的感觉。因为皮蛋的味道相对香菜、相对猪血糕，可能有点太过于刺激、太过于特别，有些人没办法接受。那皮蛋的话，我觉得它也算是有点刺激啊，就是有点特别的味道，但它至少比较温和一点。然后它搭配在一起，我觉得很台式，我相当喜欢，很好吃。然后它的口感，老实说，它就是薄皮的披萨嘛，然后它的口感就是面粉的感觉，基本上就是把我原本很喜欢的猪血糕，然后喷上满满的香菜，喷上满满的花生粉，然后再加几块皮蛋，放在披萨上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意外吃起来的。这几个味道不会冲突就是这种西式的东西不会跟我所喜欢的这种台式中式的东西有所冲突，我觉得蛮搭的，蛮有趣的。满满的猪血糕，重点是有满满的香菜的味道，各位，哇，我只能说我是喜欢香菜的，就是也不会说那种单吃香菜，但是至少对于香菜不排斥。但我知道蛮多人是不喜欢吃香菜。如果你不喜欢吃香菜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点，因为这个香菜的味道整体感觉挺重的，真的挺重的。但是我觉得蛮好吃啊，我个人是喜欢接受这个味道的话，就觉得好吃。然后这个披萨，老实说，就是这个猪血糕、这个香菜、这个花生粉，就是一个主菜。它的披萨饼皮就是点缀而已。好，吃完了这个披萨哈新推出的这个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那为各位尝试完啦，我个人挺满意的毕竟我本身就对这个味道不排斥，甚至还蛮喜欢的，所以欢迎大家去点点看。我觉得尝鲜嘛，人生呢就是要做各种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即使你现在很讨厌香菜，即使你现在讨厌皮蛋，你还是可以去尝试看看。我觉得搞不好会打开你对于披萨这个新口味的另一个视野。订餐的话呢，我们是订买大送大嘛，外带餐。那其实你就上必胜客的官网，然后去选择你家附近的店家，看他有没有这一个新的口味可以点。我原本是点就是我们家附近一个，但是他没有这个口味可以点，那我们只好选另外一家。所以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你家附近的披萨哈有没有这样子的新口味。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可以选稍微远一点点，但是你可以去尝试看看，碰碰运气嘛。OK， 好，
那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居哈很热，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拜拜拜拜。